原來咧佢哋喺深圳已經有18年腸粉經驗㗎啦，而呢間開喺海珠區嘅鋪頭咧都有2年幾。呢餐一支公合共消費46蚊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Theo。自從我嘅新店李周記同埋 Chewy Drinks 開業以嚟，我每日都翻嚟上鐘，因此外出覓食機會都少咗，亦都因此嘗試咗唔少就藏身喺新店附近嘅餐飲，就例如佢羅定文記。其實最初嘅嘗試係基於清晨時分嘅外賣，試過幾次之後佢嘅發揮都依舊穩定，令我更加有咗堂食嘅衝動。可惜去咗好幾次噶啦，都係摸門釘，怪就怪我自己去得太晏啦。畢竟佢晚黑8點打烊，今日特登早啲嚟噶，正值晚飯高峰期，店內有住同堂食狀態完全唔相符嘅忙碌，基本都係外賣，店員忙到踢晒腳噶，幾乎冇任何喘息機會。點咗一份我之前就覺得幾唔錯嘅牛肉生蠔腸，雖然唔係我最中意嘅肉迷，而且牛肉都基本上冇牛味噶，但係牛肉嘅口感都仲係 OK 噶。鬆軟嘅口感同纖薄爽滑嘅腸粉融合之後並冇咩違和感噶。花生油嘅選品算唔上十分優秀，但對應呢個價格有呢一種品質同埋香氣已經算係幾唔錯噶啦。生蠔用量係肉眼可見嘅良心，選品都相當唔錯噶，唔係平且缺乏礦物味嘅魚生蠔，而係飽滿大粒嘅湛江生蠔啊，礦物味都幾唔錯噶。腸粉嘅質感都比較純粹，並冇過多唔應該存在嘅元素摻雜其中，仲係可以食得出大米帶嚟嘅微甜噶。美中不足嘅係豉油調味過於求其啦，雖然鹹度同試味都唔算好高，但幾乎冇任何甜度，同我嘅審美略有出入噶。不過瑕不掩瑜，呢個腸粉都仲係值得我強烈推薦啦。以我嘅食量嚟講淨係食一個又點會盡興啦？即刻加餐啦！主要生蠔腸再加生蠔，呢份生蠔加生蠔嘅腸粉，生蠔嘅量目測已經接近20粒噶啦，用量一啲都唔孤寒。生蠔品質都仲係一如既往，而且堂食狀態真係比外賣好太多啦！冇包裝盒密封過後嘅倒汗水，生蠔嘅熟度更加優秀，腸粉口感更加爽滑。只可惜豬腰過於細碎，而且豬氣味有啲重，唔係我中意噶，亦都因此令我萌生咗唔該有嘅腸粉加辣醬嘅諗法。辣醬蒜香味幾夠嘅，辣度都比較高，鹹度適中，值得一試。呢餐一支公合共消費46蚊。有一句講一句，今次堂食體驗除咗熱得少少，幾乎揀唔出啲咩問題噶。雖然店員叔叔同姐姐會基於工作上面嘅嘢，間唔中有啲矛盾，會互相嫌棄幾句，但係喺面對我提出嘅要求同問題嗰陣都係會突然間變面噶，笑容滿面咁回答。據店員姐姐所講，原來佢哋喺深圳已經有18年腸粉經驗噶啦，而呢間開喺海珠區嘅鋪頭都有2年幾。反正呢間店我係一定仲會再嚟幫襯噶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